各位香港、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你哋嘅置業顧問丹丹 Dora。今日有個超級重磅嘅消息咧，係要同大家去分享嘅。珠海咧有個爛尾樓業主咧打贏咗官司啦。呢一件事咧唔單單止關乎業主嘅血汗錢咧，仲為全廣東省甚至全國嘅爛尾樓維權咧打開咗新嘅出路。快啲搬張凳仔坐好，等我慢慢同大家去講。話說翻去2018年嘅。珠海香洲區嘅太匯中央廣場咧紅極一時，好多香港、澳門嘅朋友咧都過嚟睇樓。業主咧張女士咧當時都係滿心歡喜，豪置咗83萬嘅首期，再同銀行貸款82萬嘅，買落咗一套咧總價165萬嘅 loft 單位。點知噩夢咧從此開始，開發商資金鏈斷裂，樓盤咧2020年咧就開始停工，直到2022年咧都係一片荒蕪。工地咧雜草叢生，鋼筋水泥咧都生晒銹嘅。咁張女士每個月要還1萬幾蚊嘅房貸，但係樓咧又住唔到喎。前期交咗5萬蚊團購費，6990蚊嘅維修基金，15萬嘅訂金全部打晒水漂。同佢一樣嘅仲有成1000幾戶嘅戶主，每日咧以淚洗面，真係唔知點算好。好在張女士冇放棄。2022年咧，佢果斷將開發商告上咗法庭。呢一場官司咧，一打就係3年，期間經歷咗無數次嘅開庭、舉證、辯論，終於喺香洲法院迎來咗曙光。法院判決咧超級給力，購房合同咧同埋房貸合同咧一齊去解除咗。開發商要退還所有已付嘅房貸、維修基金、已付嘅房貸本金，連埋5萬蚊團購費都係要退還嘅。最關鍵嘅係，正如82萬嘅房貸本息由開發商負責償還，唔使業主再孭債啦。呢一個判決咧有幾重要，簡直係里程碑式嘅勝利。以前好多爛尾樓官司，業主就算贏咗啊，都要繼續還房貸。而家珠海呢一個判決明確，開發商違約，業主有權停貸。呢一個就好似俾咗全中國嘅爛尾樓業主咧發咗個維權嘅指南。以後遇到類似嘅情況啦，大家都有底氣去打官司。不過都要提醒大家，雖然判決係贏咗，但係執行仲係難關。張女士而家都未收到退款嘅，因為開發商根本冇錢。所以建議各位業主，除咗打官司，仲要積極推動保交樓，例如聯合其他業主申請政府專項嘅借款啦，引入新嘅投資方啦。畢竟樓起好先係最實際嘅。作為地產經紀，我真心希望大家唔好遇到爛尾樓，但係如果不幸中招，記住呢幾個關鍵點。首先咧，我哋要保留所有嘅證據，例如購房合同、轉賬記錄、工地嘅停工相，全部都要影低存好。跟住我哋要團結其他嘅業主啦，人多力量大，政府同法院咧都會更加重視嘅。再接落嚟咧，我哋要了解清楚目前嘅政策啦。而家國家對保交樓有好多嘅支持，例如專項嘅借款、專項嘅基金，多啲關注當地住建局嘅官網嘅消息。最後，如果大家對於珠海、中山嘅樓市咧有任何嘅疑問，或者想了解邊啲樓盤靠譜咧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或者係私信我都會好樂意去幫大家去解答㗎。買樓係人生大事，我一定會幫大家睇實每個細節，唔俾爛尾樓有機可乘。我哋今日嘅視頻就分享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